人工智慧的龙头辉达，台湾时间29号要来公布到上新的财报，引发到全球市场的注目。辉达伫台湾的公司最近是扩大人才，甚至嘛要来请有餐饮经验的经理，一年的薪水有机会来到200万。We're introducing a new kind of computer. 3年前，黄仁勋伫咧引导做卡直播4个月后对外公开，原来显示本人是虚拟数位身份，全世界拢料想袂到，即马 AI 教父搁要来找人才咯。NVIDIA 对很多人来说是梦幻企业，这几天他们在台湾市场草草开缺，而且找的不是工程师这类技术职，而是 Food and Beverage Manager， 也就是餐饮经理。想要来回答上班，大家赶紧食好倒小铺。若是有酒店管理相关学费，捌伫咧饭店、餐厅做3年以上，或者是有管理供应商超过5年，就有机会甲辉达全球主持团队，同齐替员工含客户设计搁甲澎湃好食搁多元菜单。Over the next 5 years, we will hire probably at least 1,000 more engineers. 黄仁勋6月时就答应会伫咧台湾发展，只是想要到含餐饮人才嘛想要包起来，专精国际市场的资深主管推高。若真正食到这个亏，薪水应该会当增加2-3成。辉达保护人一年的薪水可能伫130万到200万新台币之间。蛮多的一些科技巨头或是大型的科技公司，平均大概500到800个人左右，大部分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主要就是负责可能公司有员工餐厅，或是处理团膳的，员工互动、员工满意度等等，这个确实会是一个帮助性。但第二个，其实蛮多的一些大型科技巨头会成立像这样的餐饮部门，提供员工团膳或者是餐饮部分，其实变相它其实是可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的。科技公司大车拼，除了正技术拼市占率，AI 专业人才大家嘛小在抢。辉达要找餐饮这个块，若互员工先选到，嘛代表我真疼惜我家己的员工，都爱食好饱、食好卡，薪水领个满，安尼做工课唔再用性命拼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